唱今天的回应诗跟祝福诗。第一首回应诗是在这里。神的子民合一聚集，热切期盼来遇见神。我们用很期待、喜乐、赞美的心来唱。神的子民合一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我们渴慕寻求你，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你的灵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神灵自由运行无止止。一山倒海信息，坚定不断升起，期待伟大神作奇妙事。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第二首，因你与我同行。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赐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立给予，处处留下有你同在恩典痕迹。好，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敬拜赞美。那我就把它收回去了。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们用喜乐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上帝创造了宇宙，创造了天地，创造了星辰、海洋和一些的生物，也造了我们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管理所有的生物，管理这个世界。今天我们要用台语的诗歌来赞美神。
也渴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唱英文歌来赞美神。阿们吗？阿们。好，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献上这首诗歌《万面充满你的恩典》。春风吹来一阵玉兰花香味，树头枝七鸟欢喜地吟诗。溪水比草木青翠水果甘甜，我看见上帝的听充满伫万面。一枝草，一点露。天白大慈爱，一口气，一滴水，修饰我命的丰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心。哦，罗你创造大款怜，春风吹来一阵玉兰花香味，树头枝七鸟欢喜地吟诗，溪水比草木青翠水果甘甜，我看见上帝的听充满伫万面。一枝草，一点露，迄面天白大慈爱。一口气，一滴水，修饰我命的丰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心的主的内面，哦，罗你创造大款怜，哦，罗你创造大款怜，哦，罗你创造大款怜。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亮光，必定照亮我们的前方。我们用宣告的方式，再次来神的面前来宣告：耶稣，你是我生命的亮光。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照亮我的前方。谁又把风雨把我挡，注目我的亮光。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照亮我的前方。谁又把风雨把我挡，注目我的亮光。它是我生命中心的灵，使我抬头高望。它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照亮我的前方。谁又把风雨把我挡，注目我的亮光。它是我生命中心的灵，使我抬头高望。它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我们要靠着耶稣再重新得力。你跟你的旁边说：我们是大老鹰，我们是大老鹰，我们必要展翅高飞，在神的面前，在世界上，我们要如鹰展翅，再次来宣告：他是我，它是我生命中心的灵，使我抬头高望。它
他使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再次宣告，他使我生命重新得力，使我抬头高望。他使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飞跃在高岗上，飞跃在高岗上。哈利路亚！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神。阿门。主啊，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主啊，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敬拜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心意其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自由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无关心意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自由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抚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去，一生常相伴。无怀心意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自由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你的恩典够我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抚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去，一生常相伴。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抚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去，一生常相伴。我要唱着你的爱。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去，一生常相伴。我要唱着，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去，一生常相伴。永不离去，一生常相伴。永不离去，一生常相伴。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我们渴慕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来敬拜你。主啊，恳求今天的聚会再次摸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灵跟神你来交通。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世界上能够得救。主啊，虽然我们已得救，但是我们也要渴慕我们能够过着得胜的生命。哈利路亚！只有主你的话语能够炼净我们，
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护庇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要靠着耶稣得胜又得胜。主啊，你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我们。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的宣告，主啊，我们一生要与主你来相连。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我们要赞美你。愿圣灵每一天每个时刻都与我们同在。主啊，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脚步能够站稳在神你的面前。主啊，再次复兴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要来不来的。每一次我们都渴慕每个礼拜来到神你的面前，领受你的恩膏，你的同在。主啊，活了我们的生命，提升我们属灵的生命，让我们单单仰望耶稣，靠主你来得胜。耶稣，谢谢你，孩子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求，阿门。大家请坐。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赞美你。感谢主，在此时全世界有战争，有病毒，有各样的苦难，环境恶化，
让许多生命受到破坏，我们还能够正常生活，平安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赞美你，这是何等的福气！感谢主，你是全能的神，我们的身心灵，求主保守看顾、帮助和医治，因为全世界都是主掌权。感谢主，当我们遇到身体病痛，或者是遇到艰难之时，求主保守看顾我们，帮助我们，医治我们。在众弟兄姐妹们的扶持跟安慰当中，我们看到你的恩典和赐福，也让我们知道上帝你随时与我们同在，我们不是孤单的。每一次当我们将心转向上帝，我们就能够看到你大能无所不在，让我们能够勇敢坚定向前。主啊，我们是卑微的人，借着祈祷，求你赐给我们千军万马的信心和力量，常常倚靠你。当我们成为上帝使用的器皿，学习150年前马街的脚踪，在传福音的事工上尽心尽力，活出上帝的美好和荣耀。主啊，当我们凡事在小事上忠心，你就为我们预备在大事上忠心的信心和力量。我们虽不能夸口做什么，但是我们能够夸口我们所倚靠上帝的大能。感谢主，我们将众弟兄姐妹，无论是健康、家庭、工作、学业，一切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保守每一位兄弟姐妹，满足他们的欠缺，使他们的病痛都得到医治，他们的困难也得到帮助。求你赐下恩典，安慰兄弟姐妹的心灵，因为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没有惊惶害怕，而是充满信心、喜乐和平安。求你祝福我们泸州教会，大家团结，彼此相爱，也彼此服侍，也让服侍的弟兄姐妹越服侍越甘甜。求主耶稣将病毒废除，将乌克兰跟俄国的战争平息。那些因为战争失去家园、失去亲人的人，求主你安慰他们的心，赐给他们盼望。主耶稣，我们礼拜将要开始，求你的圣灵降临，求你借着牧师的讲道，开启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灵命得到造就，能够知道你的心意，也让我们大家团结一心，殷勤做工，复兴属于你的教会。感谢主，我们这样诚心的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圣经。今天的圣经是记载于哥林多后书4章7到10节。我来读，弟兄姐妹注意听。第7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以上。接下来我们请牧师证道。牧师今天的题目是逆转得胜，逆转得胜。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好，
3月最后一个主日哈，下个月4月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生命很重要的一个月份因为4月17号是什么节？复活节，4月17号所以复活节就是在逾越节用以色列人的历法、犹太人的历法来算逾越节之后那个主日。我们感谢主，4月15号晚上8点，在我们教会有西2区耶稣受难日的联合礼拜，邀请弟兄姐妹也可以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礼拜。求神帮助我们，在4月17我们要一同来庆祝耶稣复活。其实我们说庆祝圣诞节好热闹，其实复活节更应该热闹。因为耶稣为我们让我们重生得救，为我们的死而复活这个是更应该要欢喜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受难的过程充满着血腥充满着诅咒失败犹太人骂他，犹太人诅咒他。耶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背了十字架，被罗马的士兵鞭打、囚刑，甚至侮辱，甚至用一个荆棘的皇冠戴在他的头上，说：“你不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受尽了一切的侮辱，但是他就像以赛亚书所说的，先知所说的，他就像一只待宰的羔羊，没有吭一声，没有吭一声。所以耶稣为了我们的死，他甘愿，愿神帮助我们。耶稣就像那个麦子，为我们死，让我们重生得救。耶稣被埋葬了。耶稣在礼拜五，就是受难日那一天，今年是在4月15号，下午的3点，他断气了。他说成了，这一切的事工都成了，都已经成了。就是我们的罪得赦免，在那一刻我们能够重生得救，因为耶稣的宝血为我们流尽。圣殿的帐幕，那个帷幕裂开，表示人跟神之间已经重新和好。耶稣被埋葬，我们却被栽种。这一粒麦子死了，却得出更多的子粒，就是每一个你重生得救的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难免会遇到苦难、挫折、失败，甚至天灾地变。上个礼拜晚上天摇地动了，你怎么知道说我们的警报声都响了？其实在前几秒我就听到警报声了。那当下就说是不是地震了？果然又地震了。其实地震来临，有时候你要逃也来不及，甚至台风来造成很大的损失，土石流等等的，人民的伤亡灾难。其实人一生都有很多的这些苦难，不管是人为的还是天灾，这些都是上帝为我们预备，所要领受这个祝福的一个过程。罗马书5章3到4节，这是林书豪篮球好手林书豪最喜欢的经文。其实这段经文也勉励我们，在患难中也应当欢欢喜喜的。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什么意境？在患难也要快快乐乐的，因为我们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而老练生出的盼望。老练生出了盼望。这在保罗一生可以看到，他传福音所受的苦难，不比我们少，比我们多的要多，但是他却说，在患难也要欢欢喜喜。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上帝的恩典，有主的同在。保罗的一生历尽了很多的沧桑，最后他也愿意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也就是说他到了罗马被审判，最后在罗马殉道。
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看见了有神的恩典给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让这个廉价的瓦器里面，竟然可以成为宝贵的器皿。这就是今天的经文要跟我们讲的。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却活得很不一样。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的4章7到10节这样子的跟我们说，在我们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器皿。曾经看过一个报道，印度人很喜欢喝咖啡，他们在路边一停下来，他们就可以在路边可以叫咖啡来喝，然后司机就可以喝咖啡，然后Tea time，然后再上路。那他们喝完这个咖啡呢，这个咖啡是用瓦器装的，就是一个小小的瓦器。然后喝完这个瓦器你可以带走，老板也不回收了，也不用再洗了，因为这个瓦器多的是。然后甚至你如果不带走，你就把它丢在旁边，把它摔破，因为它已经没有价值了，你已经喝完了。然后那边就有成堆的瓦器瓦杯，因为它是卖咖啡的，不像我们这么不环保，我们用塑胶的那纸类还可以再回收，他们那个瓦就丢在旁边，因为这个瓦很容易生产，他们用那个粘土烧一烧就成了一个瓦杯，就可以商人就可以来装咖啡，那你喝完你就丢在那里。这个瓦器是很廉价，但是它装了咖啡就不一样了。因为神帮助我们，这个是很廉价的。如果没有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像这个瓦器一样，我们像这个瓦器一样是很不值钱的，是非常不值钱的。如果这个瓦器里面装水，它变成水杯；装了咖啡变成咖啡杯；装了蜂蜜变成蜜罐；如果装了珠宝，就变成了珠宝盒。所以瓦器是看你里面装了什么东西，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装了耶稣基督。来，我们跟自己说有耶稣在我生命里面，好像很迟疑。来，有耶稣在我生命里面。对，哈利路亚，就是我们今天信耶稣的真理在这里，因为有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领受那个信心，领受那个恩典，领受从天而来的福气。是信耶稣的人应该要抬头挺胸，迎向未来，因为人生的路是得胜的路，不是失败的路。就像保罗以为他一生是得胜的路，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抓基督徒。可是如果他没有遇见耶稣，他仍然只是一个活在罪里面的人。但是他遇见了耶稣，他的生命完全被翻转。所以耶稣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今天4章7节跟我们说，有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有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而不是出于我们。就像保罗，他可以做这些事情，他可以去开拓了，或者是说去建立了这么多间教会，也不是靠他自己，而是耶稣在他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无论遇到任何患难，是靠着耶稣，终必得胜有余。所以有一句诗歌叫做耶稣全什么？耶稣全胜利，亚收转胜利，耶稣全胜利，就是让我们靠着耶稣能够得胜。如果你有看球赛的人，特别是看棒球，台湾的报道，每次如果是说这场比赛又虽败犹荣了，就是输了，你会怎样？垂头丧气的，然后主播就会说又吃锅贴了。所以这次不要吃锅贴，就是不要去不要虽败犹荣，至少也要逆转怎样得胜。如果能够逆转的球赛是一个很精彩的，是一个很精彩的球赛，不是一面倒的，而是能够看到一个球队在逆境的当下能够反败为胜。我们看到乌俄战争这场战争令人庆幸的说，乌克兰打了1个月，跌破了很多人的眼镜。为什么？本来是闪电战却打了1个月，到现在还不知道鹿死谁手，
也看到乌克兰开始在反击了。所以我们看到台湾会不会面临未来的战争，其实很多人也蛮忧虑的哈。但是却有人说，乌俄战争的关键就在台湾了，跟台湾什么屁事啊？原来台湾生产了一些高科技的东西特别是什么 GPS 定位器啦，还是什么晶片等等的，如果没有那些零件，关键的零件，就不会产生这些高科技的武器。所以有人说那个俄罗斯已经没有办法再生产坦克车了，因为缺少了关键的零件特别是 GPS 定位的仪器。我们的汽车有 GPS， 军用的武器里面也有 GPS， 所以台湾也是很重要的。看到乌俄战争干我屁事，其实跟我们也蛮相关的，因为只要我们制裁俄罗斯，俄罗斯就生产不出这些坦克，那有可能乌克兰就可能会逆转胜吧，或者是反败胜吧。其实这场战争让我们看见一个传统的观念俄罗斯打的是传统的，好像2次世界大战坦克车战车来压境，他就胜利了。现在打的是科技战，打的是什么？是立体战打的是那种小型的战争，而不是那种大场面的。所以我们看到人的观念其实也要被更新、被翻转、被转变。我们信耶稣，保罗跟我们说，信耶稣得到奇妙的转变，让我们的生命得胜有余。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有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像这个瓦器能够彰显出神的恩典跟能力，不是出于我们，而是在瓦器里面的宝贝就是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不被困住，虽然四面受敌，也不被困住。不被困住，就像你在压葡萄的时候那个过程，葡萄被压的榨出了葡萄汁。这是说我们面临再大的困难也不被打倒，会迈向胜利，因为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虽然四面楚歌，孤立无援，但是能不放弃。这是保罗在传福音的当下他所写下来的心路历程，跟他写下来的内心的感动跟激动。因为他常常来自四面八方的艰难挑战。保罗说，我在路上常被打，不仅是犹太人，而且还有外邦人。他面对自己的同胞加害他，让他被污蔑、被告、被关在监牢里面。他每次到了一个地方，先到犹太人的会堂去传福音，但是却被赶出来。他面对了很多身心的煎熬，他却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在哥林多后书7章5节，他也提到了，就是来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马其顿就是现在的希腊，在北边一点点，就是整个在希腊北边那个地方。他面对这种困境，保罗胜过了，因为耶稣与他同在。他经历了耶稣改变他的生命，他被更新了。旧约也一样，当以利沙在多摊的时候，亚兰王派兵要围剿这个先知，他觉得以利沙够夸张了，他要来包围他，他派了千兵万马来，把整个城都给包围了。然后他的仆人一大早看到，哇，我们被包围了，我们死定了。他赶过来求告以利沙说，怎么办？怎么办？以利沙说，不要惧怕，因为跟我们同在的比他们还要多。他就求神，他祷告说，主啊，开这个少年的眼睛，让他能够看见。以利沙如此的祷告，上帝开了他仆人的眼睛，让他看见满山的火车火马，而且是备战而来。原来跟以利沙同在的是比亚兰王还要来得多。所以要抓以利沙的这些亚兰
军队最后是兵败如山倒，他们眼睛昏花，隔天反倒成为以色列的俘虏，甚至在路上可以买到很便宜的这些面粉，很便宜的可以吃得到。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只要上帝与我们同在，必让敌人降服。我们不被疾病、被贫穷、不被罪恶所困，我们倒要仰望十字架，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这些事已成，我们必得胜有余。因为耶稣胜过了死亡，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反转得胜，让我们的生命不再常常就是吃锅贴，一定要逆转胜。约翰一书4章4节也跟我们说，在我们里面的比在那世上的更大。所以当我们被困住，记得仰望耶稣，因为从十字架上有来的恩典可以胜过世界。2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一场神迹的战争，因为我们不晓得纳粹什么时候会战败，我们更不知道日本什么时候会战败，因为日本那时候真的是太强了。但是日本因为做了一件蠢事，就是去打了珍珠港，就唤醒了在那只沉睡的老鹰。因为美国是不参战的，美国是摆明的说，我就是不参战，我不淌这个浑水。欧洲就是因为这一次的战争，一开始法国是很自傲的，因为法国说我们在东边有马奇诺防线，绝对是扛得住纳粹的攻击。可是呢，当希特勒是用闪电战，就是坦克压垮了这个马奇诺的防线之后，整个联军有法国的军队，有英国的军队，有比利时的联军，最后通通退到了敦刻尔克这个海边。那里面有30万的大军30万的大军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我们把泸州的人口20几万，再加三重10万，这样加起来30几万，通通都把它带到淡水河边，淡水的海滩，台北港那里，等待从澎湖来的船只把我们载走，这样子，20-30万在海边。这个历史的战争有被拍成电影，敦刻尔克大行动，或者是说敦刻尔克大撤退，它有不同时代拍的电影。那前几年有拍了这样子的一出的电影，让我们看到整个场景，阿兵哥士兵整个士气是跌到谷底，甚至是沮丧恐惧，因为只要听到飞机从天上呼啸而过，绝对是丢炸弹下来，绝对是向海滩一番的扫射。他们知道他们逃不掉了，他们如待宰的羔羊。那时候阿兵哥士气是很恐惧的，你知道死亡就离他们很近，他们也看到很多的尸体就在沙滩上，他们知道后有追兵。但是此时此刻，在大不列颠，也就是英国，发生了什么事情？英国的国王召集了所有的首长跟大主教，所有的牧师，他们一起来祷告，然后他们就到西敏寺去祷告，教会各地的教会一同祷告，全国百姓为这次战争祷告，因为有数万的他们的子弟兵在敦刻尔克，在法国准备要撤退，而且是那时候天气也不是很好，怎么办？他们在祷告之间，奇迹发生了。德军因为天气的恶劣受到阻扰，所以德军一时间没有办法发动攻击。而这时候敦刻尔克的海岸却是天气比较好的，赶快所有被征召的，不管是你家有3板船就被征召了，你家有游艇一样，淡水港的那些渔夫，他们的船都被征召了，去做什么事情？去接送这些阿兵哥，赶快把他们载回来英国，不管他是比利时的还是法国的，就是这样子，30几万大撤退，
保存了这30几万的兵力，成为日后反攻的重要的力量。因为神的同在，改变了这一次的历史，跟创造了这一次奇迹。恶劣的天气在这一边，但这边却是好天气，让这些士兵能够顺利的撤退，不被困住，而神开了这一条路。所以我们要仰望的是比世界更大的神，更大的耶稣，不是吗？愿神帮助我们。我们知道这一次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也用丘吉尔的话来勉励英国的国会，说我们在街上打仗，我们在山边打仗，我们也在海边、在村庄打仗。他表示他们奋战的决心了。被俄罗斯包围，他们仍然不被困住。我们也为这场战争为他们祷告，求神早一天让这个和平能够降临。第二，我们不致失望。哥林多后书4章8节跟我们讲说，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却不致失望。失望这个作难，这个为难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受到打击而心生恐惧，不知所措。以色列人不是到了红海，他们也不知所措，因为后有追兵。我们知道敦刻尔克大撤退也是前是大海，后有追兵，但是神却开了一条路，让他们回到英国以色列百姓也是一样，神说你们就安静，我为你们征战。1833年的斯德哥尔摩出生了一个小婴孩，体弱多病，无力吸奶，医生认为他活不久了。他的母亲一听到医生的这样子的一个诊断，他非常难过惊讶，但是母亲她选择，我要相信神，我信主，我祷告，我感谢神赐下这个孩子，我一定要凭我的信心求神帮助我。他抱起这个婴孩，为儿子祷告，求说神天父救这个孩子，若你救了他，我为了荣耀你，把这个孩子献给你，成为你的使用。那这个孩子他的生活记录簿常常写着，我家境贫困，体弱多病，经济上常有困难。那事实上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确实这样子，因为爸爸经营不善，躲债，工厂倒闭就躲债，妈妈就开了间小杂货店，拉把这个孩子拉把他长大。但是这个母亲没有失望，因为他知道耶稣在他的里面，他跟这个孩子常常一起祷告，仰望神。少年也很努力读书最后他成了一个发明的天才，叫做诺贝尔。他也发明了火药，他看到火药变成炸弹，造成世界各地给人的灾难，他很痛心，因此他就捐出了他的财产，希望这些钱能够用在良心的事业上。所以有诺贝尔和平奖，有诺贝尔医学奖，有诺贝尔物理奖等等，让每一年可以选出几个人，你对社会上有贡献的来领这个奖。这个孩子本来是活不久，却用他的一生来改变世界，成为有贡献的人。这个人就是诺贝尔。他原本是体弱多病的，他却让神使用，因为神在他的生命里面改变他。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心会难过，但不要因为难过而让冲击更大，使你灰心。即便如此，不要失望，保守你的心，不要说认为我被打倒了，一切就结束了。为什么球队那么有韧性？我就是不服输我最喜欢看日本队打球，日本不仅是棒球很厉害，足球他们也是，就是要踢进那一球，就是要那篮球也是一样，我就是不服输。所以我们不要说打倒了一切就结束了，然后身体疼痛就就这样结束痛死了痛死了我活不久了这样。如果因为我们食欲不振，那你更应该要去吃饭。身体不好更应该要
努力让自己健康，绝不能放弃，因为你心里作难，你就会被这个困境给打倒。要知道心里作难而不致失望。愿神帮助我们。以色列人陷入困境，摩西心里也作难，怎么办？但是他的拐杖一指向红海，红海就分开，让他们如行走在干地上。上帝将洪水给分开。若你心里作难害怕的时候，不要失望，要奉耶稣的名，让我们的心得刚强，凭着信心勇敢前进。摩西也会怕。我们看到这个敦刻克这个撤退的电影，我知道阿兵哥如果当过兵的人就知道，死亡即将临到，死亡即将临到。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被遗弃，遭逼迫而不被丢弃。这些丢弃逼迫就是说在千军万一法当中的状况，就好像战争被敌军追赶一样。为了福音，保罗跟希拉来到了腓立比，他们受到了逼迫，甚至被无辜的鞭打，下到监牢里面，被关起来了。他们有没有失望？没有。有没有放弃？没有。他们有没有觉得说神已经忘记我了，我就被关在监牢了，我死定了？他们仍然起来祷告，唱圣诗，唱歌赞美主。马街被封为唱诗歌的宣教师。我最近在读马街的书，他每到一处，他唱圣诗，让他的内心被坚定、被建立。他说，他每到一个地方就是唱诗歌。蒙甲那个地方是福音的印图，每去一次就被拆，每去一次他就被，他算是被这个那个三大信扬言了。你来一次我就打你一次，修理你一次。这个教会就是这被拆。但是呢，马街说我要盖比这个更大的来荣耀神。后来有没有盖成？后来就盖了尖塔的教会来荣耀神，比以前他盖的教会更大。你再拆一样。好像马街信耶稣，我们都不信耶稣，是吧？还是马街的耶稣才是真的，我们的马街不是，我们的耶稣不是真的。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的耶稣是一样的。所以在我们跟保罗所信的是一样的。当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面，他们祷告，地大震动，监牢的门就松开了。而且这些看守监狱的这些保全这几个保全跟他们一家人，这些狱卒他们都悔改信耶稣。求神帮助我们，的确不能失望，凭着信心。保罗为了主受了各样的逼迫，他在哥林多后书11章25到27节说：“我被棍棒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到船坏3次，一天一夜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多次的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多少的危险，又饥又渴，又不得睡，赤身肉体，然后受风寒，不得进食。保罗如此的逼迫，他好像被上帝遗弃了，但事实上他没有被上帝遗弃，因为在他的心里面有至宝的耶稣同在，胜过任何的苦难，因为他要彰显神给他的荣耀。愿神帮助我们，愿神赐福给我们，在任何的困难，因为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不被遗弃。只要与耶稣同在，就有无比的喜乐跟平安。来看看别人旁边的弟兄姐妹，看看他有没有喜乐平安，有没有笑一个？因为有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最后不致死亡。4章9节说，被打倒了而不致死亡。撒旦想打倒我们，毁灭我们，但你就算被打倒7次8次，你仍然要站起来。箴言24章16节说，一人虽7次跌倒，必然兴起，能必兴起；2人
却被祸患给倾倒。是恶人倒了，不是义人倒了。义人跌倒了7次，还要再兴起。求神帮助乌俄战争这一场战争是站在义人这一边了，不要让恶人胜了。所以胜利是属于我们的。美国有一间知名的大学，有一个身心障碍的同学，课业很优异，个性也活泼外向，是个杰出的学生，也很乐观，得奖无数次。他受到敬重跟表扬。有一天，同学问他：“你为什么拿着拐杖来上学？你这么优秀，为什么你拿拐杖？什么原因让你必须拿着拐杖来上学？”他说：“我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使我现在要拿着拐杖。那你为什么可以拿拐杖，又这么快乐乐观，又得到这么多的奖？”又那么备受肯定，你是如何做到的呢？你是如何做到的呢？这个同学笑笑的回答：“这也没什么，因为疾病入侵了我的身体，只有留在我的脚，没有入侵到我的心。就是疾病毒只到我的身体，却没有侵入我的心。所以你的心很重要。”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你要保守你的心来胜过一切，因为你肉身的障碍是来自于你的心里。他说：“我是个障碍，大家如果都否定我，忽略我的感受，我的心里不会因为这样失望。那如果因为我失望，就有负面的想法，会让我的病更加恶化。所以我的心没有被打倒。”就像那一个来自澳洲的一个牧师的孩子，叫做利克，他不止没有脚，也没有手，他仍然笑着四处去传福音，里面总是充满着感恩、微笑跟喜乐。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是没有被打倒，而是胜过一切。就像今天的最后一节跟我们讲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身上带着耶稣的死，更是耶稣的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有耶稣的宝贝，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中作难，但遇到害怕的事也不致失望，面临逼迫、痛苦、患难也不被遗弃。奉耶稣的名，要祝福各位一生经历十字架的胜利。我们来思考，耶稣如果让我们成为一个器皿，我们常说我们要成为神的器皿，那就取决于你这个器皿要装什么东西。你的生命如何借着耶稣来得胜？就像丘吉尔一样，他是一个令人佩服的领导者。他从困境里面奉着主的名，常常宣告这英国从困境里面最后迈向胜利，反攻纳粹。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显明你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帮助我们，让我们生命成为你的器皿，让你的火，让你的永生，让你的得胜在我们生命里面被彰显，胜过所有的困境，如同保罗，越逼迫越得着神你给他的恩典。献上感恩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来求，阿们。感谢牧师这么美好的讯息，勉励我们靠主逆转得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在这里，请大家起立，一同来唱。这里，
奇妙神迹彰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大家预备心，一起来奉献。麻烦直线的同工来直线。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经句，在我们的周报下方，我们国语读2遍，请。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第2遍，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哥林多后书4章10节。好，接下来我们来欢迎新朋友，有没有新到的？第一次来的？没有。好，那我们一起来看报告，请翻开周报消息报告。本份消息。小会决议在4月24日，4月的第4主日召开临时会员合会，改选下届的长老跟执事。于公布栏有公布符合长老候选资格名单，还有符合执事候选资格名单。若有特殊原因，请向干事处填写声明书，以便小会做最后的审核。最后选举确定名单将在4月3日小会决议后公告。第二，4月3日就是下礼拜，是本会圣礼典主日，请大家以恭敬的心出席圣餐，与主同桌。第三，信德奖学金经审查得奖的学员有大专组林秉仪，高中组林佳音、洪世杰，国中组王代全、李怡恩，国小组许义珍、蔡婉华、蔡如硕、许凯恩、廖君荣、郭义勤、郭义宇、蔡硕哲、陈友谦、洪明熙、洪子敬、洪浩晴、洪子涵。我们定于4月14、17复活节赞美礼拜当中来颁发得奖的学生，请亲自出席颁奖。第4点，3月30日礼拜3上午10点，泸州联合祷告会在本会举行，请大家踊跃参加。第5，
黄玉云姐妹在4月24日安息主怀，3月30我们查经祈祷会暂停，晚上于8点于李永林兄弟的府上在五股举行安慰家庭礼拜，然后7点半我们在教会集合出发。4月2日礼拜六上午，在板桥殡仪馆崇仁厅举行8点入殓礼拜，8点半是告别礼拜，随后到三峡火葬场火化。下午2点要安葬观音山家族的墓园。要参加告别礼拜的兄姐，麻烦在7点15教会集合出发。第6，关怀探访。3月31日晚上8点，陈汉峰弟兄的府上在台北市那当晚我们在7点在教会集合出发。第7，第2季4到6月份的服事轮值表已经公布，请各位同工注意个人的服事项目跟日期。时间上如果有不方便，请自行跟其他同工交换，并请通知办公室。第8，新眼光读经2022年第2季的读本《信仰良伴，同心同行》已经放在1楼招待桌，欢迎弟兄姐妹自由索取。那个人在家每日依照进度来灵修。第9，幼童音乐亲子课程，隔周六下午的5点到5点半，对象是学龄前的幼童。我们的林怡娟牧师亲自指导，译者请洽林牧师。第10点，会计报告，2月份收入58万零330元，支出50万5265元，结余7万5065元。再来是团契消息，中联团契在今天的台语礼拜结束后，在1楼举行例会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第2个，儿童主日学今天在台语礼拜结束后，在2楼有举办亲师座谈会，这个也正在进行当中。再来，下面肢体相通，第1点，洪东藏还有胡玉段夫妇他们的女儿洪佩珍，在3月25在澳洲生产1女母女均安感谢主。第2个是李芳月姐妹的儿子郭宇文先生跟江梦璇小姐，在4月9日礼拜六早上11点举行结婚仪式，那12点有宴席，地点是在40青青时尚花园会馆。再来第3点，本会的林佳音同学，4月10日晚上7点要举行毕业音乐会，地点是在师范大学古迹礼堂那免费索取门票欢迎弟兄姐妹结伴参加。第4，请大家为身体不适、外伤、手术、慢性病、癌症等等的弟兄姐妹代祷。下面这边有列出来的，还有也为18项为4月24日教会改选下届的长职祷告，也为我们外出当兵求学的青年祷告，也为我们正在换工作或找工作、准备公职考试或是研究所考试的弟兄姐妹祷告。也最后一个为乌克兰的战争局势、为难民祷告，也期盼我们的这个战争能够早日平息。下面总会中会教界的消息，5月7日上午9点到12点10分，在台北中会传道部举办初阶长职训练会，主题是恢复失落的、补足缺乏的。讲员是陈建岳牧师，地点是在大道城教会。
欢迎报名参加哈，选上的长职。好，以上，接下来我们来唱祝福的诗，因你与我同行，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只唱一遍第一段就好。弟兄姐妹，请站着，我们请牧师祝祷。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平安散会。